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今天要拜访一个200多年来以半农半渔为生的永兴村叶氏家族。我要和深耕故乡的文史工作者叶老师请教当年客家渔村开垦的故事。老师，为什么叶氏家族会想要来到这里居住？在1735年，那个我们村子公从那个广东的陆丰，从渡海从嘉义上岸，然后就沿着那个现在的台山线，然后一直走到那个新北的泸州。那后来那边因为可能是沼泽地又往南走到观音，后来3年后落脚在这个永兴里。那旧地名它叫做那个大牛栏。原来大牛栏原本是台语发音，代表养很多牛的地方。老师，你们现在还有在讲客家话吗？我们是双语，我们平常在家里的母语其实就是台语。可是我们出门的话新屋地区有90%都客家人，所以我们出门在外的话，我们都是用客家话去跟那个外面沟通。我们在闽南地区住了15代，400-500年，所以我们的母语已经是讲闽南话。可是后来我们迁徙到广东7代。迁徙到那个台湾12代因为都住在客家庄，所以我们都保留就是2种语言共用。全台湾只有新屋叶家是闽客相互同化的客家庄，叶老师说这是相当少见的。接着他带我到公厅，瞧瞧墙壁上有趣的雕刻。老师，这个画面是早期客家的生活情景吗？对，我们在3年前把这个公厅重建的时候特地把这个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因为我们这边靠海边，等于是半农半渔，这个客家农渔村的一个景象我们都把它用这个石雕的方式都把它呈现出来。老师，我看到这个捕鱼网。对，我们这边算是客家渔村所以平常也要做捕那个渔网的动作。老师，你这样讲我就有那个画面早期的生活就坐在这个岸边，然后去缝那个渔网。公厅墙壁上的雕刻不只刻画了4季的农耕，也刻画了传统渔业的各种活动，真是鱼米之乡的真实写照。